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我们家的这个汤锅一直都有个问题，里面烧不管什么东西，小排骨也好，煲汤也好，旁边一直会有这个汤液渗出来，然后滴到那个火上。有几次火都灭掉了，然后旁边还结了厚厚的一层油。我不知道大家烧汤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后来外婆教我烧汤的时候架一根筷子，让气跑出来，汤就不掉下来。但是架根筷子我觉得焖出来的肉可能就不那么嫩，所以今天我们打算把这个锅换了。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珐琅锅，开箱。这两个什么东西？帽子？应该不会吧？我猜是这上面套手的，然后你拿汤起来的时候，哎，严丝合缝。网上都说珐琅锅烧汤，这个不会有汤液渗出来。那究竟效果如何？我们今天去买点梭子蟹来煲个汤，看看烧出来怎么样。天气转凉了，一点都不热。好，可以够了，谢谢谢谢。这里是可以处理，买了2只，37。你们一天这个梭子蟹能卖掉多少？讲不定，有时候卖了半趴。上次3个梭子蟹21，这次2个37，不过明显体型大很多。做一个番茄梭子蟹年糕煲，今天我们是查了攻略的，肯定不会是黑暗料理。先把番茄洗一下，大家切的时候注意，可以这样把这个头切掉，因为这个头一点都不好吃。回来再处理一遍梭子蟹，你看这个上面的鳃还没有剪干净。特地买了生粉，要蘸一蘸，锁住这个黄。究竟成功还是失败，就在这一招。来这呀，怎么没有想象中的呲啦一下？盖下子焖一焖。这个螃蟹很新鲜啊，还在动。剩下的蟹油就煸一煸番茄。把煸好的番茄倒入我们的珐琅锅，还有我们的螃蟹。哇，汤已经是红色的了。煮半个小时，顺便看看旁边会不会有汤液渗出来。出锅前15分钟，把年糕放下去。Later， 忙活了一早上，终于看一看成果。哇！哦，香得不得了！一个菠菜，一个汤，一个牛肉。来，镜子尝尝看这个汤，还是。上一块一个年糕。第一次觉得我做的这个汤和外面饭店里的可以比一比。来，高师傅，吃好。朋友们。什么是幸福？什么是满足？其实很简单，现在这样就很幸福快乐。那个朋友们，这只视频就到这，等到再会，拜拜。